多谢上如来关心伫花莲北平街地震前是白色迄栋，即马已经拆掉啊，即马是搁咧拆另外一栋的徛家厝。也若根据统计，目前花莲有32间风大红单。官府是表示讲是无讲一定爱拆，有的厝若是会当补强，就用补的。也若天龙青大楼昨昏嘛已经继续咧拆到一半的时，去挖到瓦斯桶，瓦斯有流出来，加在是无造成意外。另外伫天空青大楼的厝尾顶有发现几若只鸡，也若伫窗仔门边阁有发现猫仔，遮的动物啊，拢已经互顺利救落来啊。庄下表面一直到落来管手位大楼顶开始拆，北平街这栋面体，东北条即摆花莲强烈地动，正做地动第3栋，两架下建物从较早起开始拆。民国77年发使用执照，这栋10户的面体已经36年。东过911大地震，控制控六地震，不过即摆不幸无法度渡过难关，爱拆。现场用 H 光剃掉咧，避免拆的时阵影响崩塌，影响周边面体。有住户特别等来看，心情正沉重。栋2、栋6的地震，我刚好也是住在里面，对，那时候还在睡梦中，对，惊慌而逃这样子。这个在那边10多年了，对，应该是蛮有感情的。对啊，蛮有感情啊，所以现在要拆了，我们基本上就是回来拍照做这个纪念。红单的部分有32件，好，那这个红单的部分没有一定要拆除，依照相关的这个我们灾后危险建物的紧急评估办法，红单它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耐震补强。建设处表示，会用24点钟来拆除，按算3到5天完成。另外，破坏街后一个面体损坏程度伤过悬，列为下一间拆除的名单。天星大楼继续咧拆，不过管手刷挖到瓦斯桶，气体外泄，马上停止作业，清刷开才搁拆。另外，伫个拆的过程中，伫个出楼尾顶发现至少3只鸡仔，也搁1只猫仔卡伫个桶仔，已经顺利救出来。这摆地震，红黄单受灾户1471户，国动体会北军旗表示，花莲无强调出租厝安置灾民，看成中央合作合处比较911灾后重建条例。石材业则是花莲的第2大产业，是由蔡总统来宣布200亿的贷款，20亿的补助，来给石材业者来重建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，其实应该是我们担心的是，我们天华兴拆除之后的我们的重建的基金是在哪里？天龙星大楼顶红顶受灾户目前为一人有1万紧急救济金，佮协助税厝补助，在面望政府加大补助的力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